最常见的象征三宝，那这有纸扇、醒目，还有方巾。醒目，给你主持人猜是干嘛用的？我觉得是那个有没有？我们在写墨宝的时候，毛笔牙宣纸，这不是开膛用的吗？不是吗？喂，真的呀？啊？当下何人？上禮拜又有請到同道小朋友帶來精彩嘅表演，下禮拜嘅節目繼續延續上禮拜，還有同道小朋友嚟表演俾大家看哦，下下就向下嚟欣賞今晡日精彩嘅節目吧。小朋友的舞台衰啦。咁樣按電影上小朋友唱傳統歌嘅呢？傳統歌，我看到小朋友去唱傳統歌，唱到比人家太陽啊紅啊！喊哈利後來變成亮傻啦。對，基本盤有沒有？我們就是保底。保底，唱得比我們好，比我們順就是好。就強樣做得拿到獎品哦，有他到95分嘅發哦，太子教授說要出了順風嘅獎品，有冇？上岸嘛？超過95分啊！這個沒有超過95分，然後沒有抽到獎的，這很丟臉哦。對啊，要跟老師拜託。唔會啦，看佢到有青面書的啊，有冇？家有來的啊，還有新的小朋友來。哎呀，前面啊亮閃那個芒是來過用，超芒是來過。有，你看佢坐在嗰邊拍條就冇強用。你真的是兒童組嗎？好像小大人一樣。係啊，吼，看起來跟他當的賊啊。係啊，我們當的錯檔誒，加固我來哈。錯檔後。好啦，必須哈。哎呀，介紹評審先生。哦，當然咯，歡迎車竹嘅先生，羅英先生，林采莉先生。哎呦，林采莉先生咧。係啊。林采莉很愛出師嘅 GV 嗎？沒擺錯了嗎？他是參賽者吧？還是來表演？他是小朋友來參賽嗎？唔係嘞。所以你看，人都會成長。哎，真的哈，對不對？從細樣用開始比都兩周欣賞。戲棚下做久了就是你的啊！真的哈。哎，你慢慢努力經營，哎，總有一天你就可以到達一定的位置。哎，就抽到評審欣賞嘅 V 啦，係嘛哈？是。還按照就抽到那旁邊兩位就有點，有點的。資歷很深的，那太深了，總是要培養新的嘛，國寶級的。你看啊，羅英英老師也是。好了，哎，跟小朋友講一下，林采莉老師啊，每天按你節目從小朋友開始按你唱到夜行個周欣賞。係啊，唱就按細時節咯，哦，鼓手今日好好表現，好冇？累積就會經驗嘛。對，按先來唱林采莉老師來示範一下唱歌本嘢他個堂。好嘛，好，掌聲給我們林采莉老師啊！來，歡迎林采莉老師。歡迎林采莉先生。唱歌。高尚啊，总爱哟，愿了半云江啊。世紀八姐。
热天上爱情啊，山歌歌词。是爱民呢呢喏喏，行唔识半冤安家。呀，寒情什么？蔡丽欣赏好，出声音哈。有慈心啊，紧张中做啊。欣赏的对吧？哈，哎呀哎呀，没有，南鼻转来上边它有磁性。某某啊，吃到你感冒某，我要离你远一点。哎呦，最近感冒很最近你还撑的又可是嘿。因为去南鼻嗰邊天時，然後台灣較無共用。哦，你去南非啊？係，我去南啊，鼻。南非創國誒，係，去香港嘅，從山創歌。不賣糖。南非嗰邊沒有客家人啊。南非嗰片青島客家鄉親啊，之前係嘛疫情嘅時節，從單年都有嘛，係冇？唔同演先生鄉下去係，一擺係英英老師圖藝鄉下去。哦，嗰邊係台灣嘅客家人，台灣嘅客家人。也睇到嘅客家人。應該講都有啦。都有哈。對，就是台灣沒較多，其實各地方都有客家會。就都會有客家會，對對對，都會有客家人，對對，客屬總會，對，啊一擺係拄好去南非，哦，佢哋阿擺攀在南非啊，佢將會去嘅世界各地攀，係錯冇？係兩。啊，現場人多冇？人多啊，一度差唔多要多少人？一擺去應該要300人啥？300人。哦，客家人。青島。哎呦，哎，講真咧，按客家人哦。比例迄個比火龍年行啊多，4家啦，4家比例，哎，我看過個統計吼，火龍年差唔多佔4家差唔多9000人班，而家可能較少嘅啊，因為慢慢少數族群開始越來越少嘛，吼，9000人班，9000人嘅世界，計樣是客家人差唔多12000啦。哦，真的要改，那我們的聲量比較大。對對，4家啦，4家。4家，全世界加起來啊。但是以台灣來講，但係客家人誒咩不少呢？差唔多400人班，誒咩青島咧啊？哦，係冇。喺創建應該東歡喜吧？有啊，東歡喜，係要尤其係大家提供啊，係演出名來唱山歌，然後大家就是眼睛為之一亮，對，都會覺得啊。所以更應該要更應該結合啊樣，對，更應該支持你，對，更應該支持客家。難以想象啊，真的，哎，我那天也是這一8年就碰到一位原住民朋友，他也是致力要發展原住民文化啊，真的，哎，從年輕到現在50幾歲了，還在發展，每天去上電台啊，去哪裡就是要去宣導他那個族語，然後他的一些族的一些文化。哦，真的吼，一次永遠地做兩項事情啊，你客家咩強用啊？從細就做客家文化多啲，下做平順欣賞，係冇？學習，一回生二回熟啦。對啊，他現在熟透了做老師。熟透了，還有上來還很 fresh 的嘛。來，新鮮小朋友嘛建議本。來，詹雨香，嘿，看這邊，看一下老師啦。對哈，嘿，來，嘿，跟你報告一下哈。哎，跟你們講一下，這位他也是像你小小的時候
就来参加比赛了。对呀。现在就变导师了。哦，他把他的经验来传授给你们，好不好？跟你们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对。不用扫息，不用扫息，你就轻松扫息做好。我医生爱知道吼。有兴趣青葱药，猛冲，嘿，因为我从小就会因为有兴趣，一直冲到呀哈，对，对，故说，应该说有目标啦，目标明确就要坚持，对，虽然这一路上一定会就是有一些困难，会有，对，也会有挫折的时候，你够坚持青葱药，猛冲，你会丢嘞哦，没。你怎么好像要哭的感觉？没有，还是鼻塞啊？其实有一点啦。是没有。还是第一次要做评审老师会紧张呀？没呀，那个启蒙老师、谢老师丑都给，英英老师没丑都给，我都也紧张啊。哎呀，學習啦，對，經驗。要多謝人嘅示範哈。謝謝沈蒙太家，沈蒙。你會麻煩咯。好啦，麻煩啦，謝謝。好，要開始比賽啦！開始啦，準備好了沒？準備好了嘛？開始出獎品了哈！才夠95分鐘有獎品啊！好嘛，加油啊！好，哎呦，就開始了。你看那個黃小魚，你看笑得多可愛！好可愛！哎呦，他穿得很像那個小花童的。對，你再肉一點，就會長得像那個彌勒佛一樣。像彌勒佛很好，青少年。對。看到伊就歡喜嘛。福氣。來，有唱 TV 就會鳳跳你帶來三個字。好嘞，唱歌啦。小魚你好，來用麥克風講話，你好可愛哦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唔是講哦，上到一講一樣誒，這小頭小面都感覺動動一下嘅咧。你會緊張嗎？會啊。你可以用麥克風講話。你今年幾歲哈？你幾歲啦？8歲。8歲啊，哦，8歲，按你幾公斤？不用回答，沒有關係。我們小時候沒有在量體重，好不好？阿姨現在也沒有在量體重，因為你不敢量。我沒有不敢量，我們家體重機壞了。你量某天啊，某天。你量了會傷心難過。你看這件衣服不是那個小康老師說是本來是幫你借長裙，結果一穿。他本來就是短裙，好不好？奇怪哎，我露個腿不行嗎？我旁邊開個叉不行嗎？奇怪哎，對不？好嘞，小朋友小魚會不會講客家話？會嘛？不會啊，一細的就唔要嗎？一點點會不會講？用客家話介紹幾個？有些會，有些不會。那你會不會用客家話講你自己的名字？不會啊。你會不會用客家話跟大家介紹？不會哦。會唱啊，但是唔要講。對啊，那你怎麼會唱客家歌？對呀，那麼厲害。我不會說，可是阿媽從小就教我。阿媽教你唱歌哦？是阿媽教你還是阿媽逼你？阿媽
然你每次唱歌就给你100块这样，有吗？你是当做他宠物啊？做一些动作。有长时就会这样鼓励嘛，鼓励你啊。吃东啊，冲那后搞到后嘛就不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当然对。有钱要学几百条，我也学起来，有冇？那你现在学了几条啦？对呀，几首歌？你会唱几首歌？很多条哦。我有算不出来啊。你有歌本是不是？算不出来几条，你随便讲个3条好不好？我看看我有没有听过。对。有什么？有3個比賽，還有。哎呦，我講啊，3個比賽的獎章啊，還有現在剛剛唱的。剛剛唱的3個字哦，還有沒有？還有有沒有流行歌曲？流行歌曲對呀，有嗎？阿妹給松樹，阿妹給松樹，哇，這很多人。對呀。你小朋友會唱的很少。對呀，你怎麼這麼厲害？可能就會躺阿婆窗啊。對，看這個歌路來看哈，你看。也還給畫圖呢，哇，你還會畫圖哎，你會唱歌還會畫畫哎，你好厲害哦，你喜歡畫畫，好有才華呢。這是你自己畫的？對，照圖片畫的。照圖片畫的。然後這個是美術老師教我們3天合起來的作品。哦，3天哦。哇，這個兔子這可以賣錢呢，我覺得這幅很厲害。哦，這個不錯，這個很有。這個你應該印象派的感覺。對啊，這是版畫嗎？你這個畫很厲害哎。講到畫要看小康老師，小康老師很會畫畫。對對，哦，他很會畫虎。你不要看那個老師，那長得這個樣子，他畫很厲害。哦，是嗎？我只知道他很會畫虎畫藍而已。他畫虎畫藍也很厲害，他真的拿畫筆也很厲害。哎呦，真的嗎？真的呀，不然老婆怎麼會嫁給他？他本科系美術的呢。真的呀？真的呀，混不下去才來。相關性的這個藝術啦，哎。哇，你很棒哎，會畫畫又會唱歌。對呀，好厲害。對呀，那我們來聽聽，請評審老師來講講看，看你今天有沒有超過95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。好啊哈，請提過欣賞。好，那個小意思小朋友哈，今日帶來3個字，來講一細人的哈，就會講一寸上高。樣板呢，這種3個字一般來講，我都國語3個字，有人講翻牆啦。因為一開始就搞那種3個字是在搞幾年也強，搞幾年強。一般來講，先基本的哈，基本強的先來搞。但是我家聽佢唱3個見了一場啊，有冇？一種算按到國語啦。國語3個字，較高難度，所以佢按高難度佢就怕嘛唱，因為你講一般的嗰種強語對佢嚟講就冇乜問題咧，所以佢講佢會唱220，因為3個比賽莫緊張一條，佢全部都唔開，佢就冇問題啦，佢全部都冇問題嘅，所以啊雖然咧嗬，日下總話講向下扎緊啊，就本一條細嘢先去度學，喺拜記就將財力咁樣，從細開始學到廿幾有一樣目標，可以再繼續去尋找佢，再有一點目標來，係用聲音雜雜咪會唱成歌，所以也妹妹雖然我係按寫啊，但是佢哋能夠唱按好3個字，也因為將來也客家語口也得好上了，妹妹加油哈！哦，什麼欣賞？聽得懂嗎？聽得什麼？聽不懂啊！聽不懂你好哦，你也太隨便了你。總歸一句就是你很棒，你很厲害，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對，而且是國寶級的老師稱讚你呢。對呀，啊，你要加油啊！哈，好，那我們來繼續努力哈。對，來看一下，來看一下王曉怡嘅分數。哦，有啦，來，金娜姐姐來牽頭。突然弄啊，一變姐姐。你想等，你想抽哪一個？你比較喜歡想抽哪一個？啊？哪一個？哦，比較可愛。抽到5，來，哇！你抽到3號。3號係乜嘅東西呢？3號是佩佩豬。哦，麻煩佩佩豬。哎呦，蠻適合你的哈。適合誰？你說清楚。哇，這很可愛哎！你看裡面還有好多東西哦哇！啊，我們難得沒衛生紙，弟弟不會讀哎。瑰寶奶奶呢？真的呢！哎，我還以為製作單位糊弄我們呢。真的。哇！
哎呦，这个制作单位有赚钱。满的呢。哇，好棒哦。里面真的哦。真的有东西哦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童叟无欺。对，给你一个鼓励。还是等一下还给制作单位。我不知道。如果你等一下觉得说啊你喜欢5号，那你再问抽到5号的人，看想不想跟你换。好不好？好嘛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小鱼。那你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学客家歌曲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哈。客家以后的未来就靠你了。好。好不好？可以哈。好，等一下，真的等一下。你真的等一下哈。好，谢谢小鱼。好，谢谢。回去那边坐哈，我们让下一个哥哥上来。OK， 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东西还我。没有啦，你要带回去啦。他的表情的。好。好，回去。好，麦克风带回家。麦克风送你啊，没有关系。送你。嘿，那没有多少钱，几万块而已。一支20万，你开玩笑嘞！好了哈，哦，有小朋友的 TV 装得嘞，等一下啊，来沙下来听 TV， 沙来去唱年戏带来开单歌，来弹个啦。开单妹开来嘿，嘿哟，學教嘅人工比賽，還有慶祝時嘅人工比賽，那打票名。哦。慶祝時嘅係比全軍。哦。那個冇得到當好嘅。是不是？係田兒喵。田兒喵。而家田兒喵。好臭屁哦！田兒喵。唱山歌好不好玩？不好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脱稿演出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说嘛还没稿？我看你今天来的很无奈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妈妈有没有逼你认真练习？有，他还翻了个白眼。有专业的感觉。这个字怎么念呢？
难，因为没读书哈，所以这个字哈，你会不会很气你爸爸帮你取这个名字？笔画很多，有吗？还好，还好哦，对啊，因为又难念，然后笔画又多。你应该常被念成郑宁义、郑宁熙、郑宁熙，要不然郑宁义也有，郑宁义也有，对不对？哦，青岛哈，哎，也替拜了你节目替拜了上节目吗？被我听到亲吻哦。所以以为天师台节目你替拜少吗？嘿，真的啊！哎呦，感谢你，第一次就先给我们闹热打擂台。哎呀。因为我阿泰动好看，农业大擂台。真的啊，阿泰根本有看嘛？有来吗？唔知嘅，唔知哦，應該唔會啦。哦喲，阿泰呢？哎呀，阿泰哦，所以你都比人阿泰看下鬧嘢大擂台。係啊。哦，長幾兩時開始看啊？中班。中班哦，幼稚園中班跟人家，那你現在呢？國高小學？小五。小五。哦，这个也大概6、7年的時間，差唔多哦。哎，客家話講到很好，講到清章呢，真的很好。那你條下在台下的時代下講的時候，講起輕柔拍條嗰種感覺。哦，對對。他感覺是有受過專業訓練。其實我剛看了一下，哦，原來他是合唱團出身的。合唱團的哦。那隻合唱團。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。國立的客家。國立哦，所以國家會給你薪水。對對對。啊，沒有啊，就是進去就完全免費。哦，同有欣賞，同佢哋訓練，兩條全部唔是錢，佢哋還做得出一。所以在裡面，就是在裡面讀書。嘿，冇啊，係中學以後。哦，下課以後。張醫生。係。哦，去訓練啊。去訓練，哎，有東西要什麼？有啊。有啊。哎，這很重要，發育中的孩子，吃對我們說來說很重要。唱歌唱一唱，肚子會餓呢。哎呀，唔過佢唔單唱係唱歌聽聽的，還會教樂器，還會演講。哎呦，好有才華。你還會演講比賽，客家演講嗎？哦，真的要改哎，真是啊！那你真的很厲害，真是。我學教嘅人工比賽，還有新竹市嘅人工比賽，那打票名。哦。新竹市嘅係比全國。唔過冇得到當好嘅。成績。係第二名。佢嘅第二名。好臭屁哦！第二名。冇得到當好嘅名次啦，係啊，第二名婷婷，你這個真傻逼哦，我真係厲害啦，真的好棒，冇演講比賽冇咁簡單的呢，真的要講真的，小朋友要講客哦，講到像按章冇一度嘅，咩啊，講客就輕困難，還要演講，演講，哎呀，佩服，真的厲害哈，反正你就繼續努力，繼續加油，那你覺得對客家這個文化語言有興趣的話，那你就繼續的學習，繼續精進一下好不好？繼續學習。好，我們請一位非常精進的老師來幫你公平一下。真的很精進。好，請你嘅錄音欣賞。精進好。好，那喜好哈，你這邊從個開淡個非常個發條，韓國上日美非常個講，所以我相信你從其他個咧客家歌曲啊，認同係唔會本人失望哈，變成對你從其他歌曲沒有期待。係，好，唔過哈，因為兩首歌曲有2張為數本你建議，好，因為你就從合唱團，所以我想你嘅咧發音各方面，因為像是合唱團佢要分聲譜，好，所以佢分聲譜嘅時間，可能有啲咬字呢，你係從合聲嘅，咬字會變成從嘅本來主旋律嘅部分為合主唱，好，所以可能兩部分你就得一個加強一下，好，比如講講詞，好，你提一隻講嘅時間當好，到聽一隻講嘅時間，你嘅數目音就變成講歌詞，好，所以了解，好，所以佢詞係強弱嘅，唔講你嘅發聲嘅。每日冇強用，詞就會冇強用哦。好，雖然你係是認同本來係上講詞啦，吼，唔過唔怕，民間傳唱嘅就係咁樣先。喺撒下來就係另外花米肉胎，肉花米，好冇唔錯。唔講而家花米肉胎呢邊先從到去六強，好當明顯，你係部分嘅未我未相信未會愛。
改进，所以你很细改嘅速度很下急，所以听唱会唱到很下好，非常好，是梦你。希望欣赏。两位呢，佢全部躺的是，同欣赏见，好。对，啊，嘟这个讲会了嘅啊，会了强嘅啦，会了强，你个是会了强讲哦，啊，是演强于我吧，哎呦，你不得了。今后西会太平完全部后去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你的分数了啊，看一下唱哪戏嘅分数。好嘞。96.7分，超过95分，来。好来，西西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张？笑西西。现在3号文艺出走了，我个人是喜欢，你也是5号。哎呀，没5号，哎呦，奇怪，为什么5号大家那么喜欢？那是为什么？还是你没有看到里面5号内容是比较丰富？没有。哎呦，我个人是喜欢4号。我觉得1号还蛮可爱的，可以当椅子坐。没抽的啦，看一下你会抽到几号？来，好看是不是5号？来，好。哎呀，2号。你好，哎，这个是 Polly 耶，俩唱谁来为他中医的嘛？哦，真的啊？应该黑吧？哇 ，Polly，哎，俩韩国清风的呀。哦，哎 ，Polly 你知道吗？好，你知道。你哈韩吗？你怎么不接？你是要送我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等一下如果那个大哥哥他看你有抽到什么，哥哥应该不会喜欢5号啦，你再跟他换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啊，那继续加油啊，努力哈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其实里面长得很清讲，陈妍。都有人演。系啊，其实我看了条小朋友全部亲有人演的。系嘛？杀了要比如弄裸妆，他好像坐蛮针毡的。对，坐在那里，下面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在钻啊，清海那种感觉。对，好像还是很冷。清涌那种感觉，应该还有一些啦哈。是不长体位？也同佢没有关系，我们好来，杀下来分享一下。杀落去咱以熊带来平板。来，弹过来。小屁，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一起？你是不是这什么刺客啊？你们这样3个好像一家人。好，一起来到那乐打擂台录影哈。今天第1次来，很紧张。养妹嘛，对啊，原来养妹啊，哎呦，哇，有进步了呢。上一摆看到佢嘅世界，佢就用养人家妹，用冲过，像毛毛虫一样。养的那种，他做的其他地方腿当空冲嘞。那就表示长大啦，有经验啦哈。对，你看哦，
你为什么想要教你女儿唱山歌？就因为我从8岁的时间，就师从谢启国老师，所以是有1年生的时间。谢老师真的好厉害哦！你这个坐育英才，真的。嘉琪贵先生就会给他个师公，师公，他等一下帽子就戴，他帽子等一下都戴起来就开始搓个丸子给你吃，顶冲顶火。做法嘿。哎呀，詹义雄给我以前厉害哦。对不对？妈妈有没有逼你认真练习？有，他还翻了个白眼。你有麦克风，你可以现在让你有1分钟的时间投诉你妈妈。来，哎，你学客家歌是妈妈逼你的，还是你自己兴起的？妈妈逼我的。妈妈逼你的。哎，他想都没想哎，你很不会做人呢，妈妈。你都穷也没穷用啊，就是讲我有兴趣嘛，系嘛，像小屁有钱存嘛，还闯都走的，对吗？妈妈就是这种精神，对不对？向前看。对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家庭里面如果是爸爸妈妈是走这一行的，这个行业的，哎，小孩子也不一定会接受。真的哈。他会讲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一样？我有自己的方向，哎，有自己想法的人是这样。没今后啊，对呀。但是哎，到了长大以后，发现自己的想法好像错误这样子，还是照着爸爸妈妈安排好的路走。演艺圈要一后告啊，哎呀，我可以靠爸靠妈，我干嘛不靠？对啊，可以唱歌，哎，还可以有钱赚，哎，还不错啊。兴趣把它当做一个事业，哎，这是最棒的事情啊，对吧？很棒。啊，唱山歌好不好玩？不好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脱稿演出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说嘛还没稿。我看你今天来的很无奈呢。对啊，你可以用麦克风讲啊，因为要练习很累，是不是？是哦。有麦克风，哎，要大方一点，不要扭扭捏捏。像刚刚那个2个姐姐有没有？哦，你看就很大方啊。不会，他已经有进步了。对，阿姨看过你好几次表演，我觉得今天最棒。对啊，真的。今天最棒。因为金钱跟音准，他现在的台风很稳。之前很惨的。没啦，就蜻蜓走，我怕离开讲的，这音效配的不是时候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因为一行还有老几好嘅钢琴。音准又较准，无之前跟发好手 C 调，佮手从 B 调安用。嘿啊，就冇来这这他找不到 key 就操呗。嘿，没有那个音感。应该没有音感。所以现在有乐器有学乐器，有风哦以后，他冇空用就一点点进步一点。妈妈在歌唱实力上真的是很棒。你要多跟妈妈学习呀。对，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学妈妈破音这个事情，你不要学妈妈。好可怜哦，一辈子的污点，论100共100，论失败共失败。你看，我已经听好几年了，有10年了。唐都给他摆了唐贡根本还有才艺表演。哎呦，今要让他们母女才艺表演啊，钢琴应该没有办法了。没办法啊。是什么？你自己介绍，你要做什么才艺表演？乌克丽丽。乌克丽丽哦，哇，很棒哎。哦，来，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道具来，呈现出来。谢启国老师可以来一个长途，也叫长途，做得去也个中国演传演，山歌比赛来的。做得周行长来演。总共10类啊，高比生意中跳比全部说给我。朗读比赛，然后还得到第1名去参加桃园市的诗词朗读比赛。哎呦，명막다很多명音，人生有个명你眼睛听好，有爱考起很大量。刚刚那个飙车是？跟肖佩茹学的。可以不要跟他学这个吗？
对。最后怎么了？他突然跟妈妈眼神交汇，赶快刷 ending 这样。是，很单调的表演啊，不是，很精彩的表演来。请你会啦，你会吗？乌克丽丽你会吗？唔会，唔会啊，我只会有缘无缘，大家来。又在抖了，哎，奇怪，已经奇怪，他的笑点好奇特，哎呀，我们两个频率有像啊，笑到流目子，真的笑到流目子很勇哎，哎呀，太夸张了吧？煞贝好笑是不是？那我把你带回去好了哈，好不好？多俩阿爸某某的啦，没有女儿。好啦，冲色的没表演台，是，像你给彩丽欣赏的公平哈。好，来，彩丽老师来，彩丽老师哦，出体验哦。雨香妹妹，好，刚刚爱弹吉从的平板，也爱行强，规则一顺。哎呦，伊从来以后，因为小佩如姐姐爱咩迄细时间有弹吉从三个，故说真紧小佩如姐姐给搞到动好，对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妹妹后来动好，爱咩老妹妹讲，好是。他拜亚扎 V 妹妹玩吉丑哦，而且你们都师出同门呐，对不对？哦，都是由谢吉国老师教导出来的。还去过欣赏，看到原来那个祖孙辈，孙的毕业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忘了爆料耶！爆料！哎呦，你是要爆料林采丽还是爆料谁？唔係，我就推檔嘅。推檔嘅，哎呦，誰嘅？然後加個咁樣一個意向嗬。一個坦白講，譬如以前停係學嘅時間，也沒只不過係嗰時候一年生，加個鹽嘛，沒叫我作夢呀，完全作夢，前端西掉。中年端降 B 都去美國的深溪，哎呦，所以我就感覺到奇怪嘅鹽樣樣，喺本來感覺到，因為雖然唔是去接觸一個山歌，你嘛，尤其一開始就唱山歌，個鹽嘛捉唔準嘅時間就硬漂，所以我喺本來鼓勵佢哋學嘅。現在學落去就冇咁樣了，哆來咪發嗦一定會捱落去啊！因為地嗰度音階，音階低咧，淺嘅佢唱嘅歌嘅，個音就開始印來就印轉咧，個音要2-3年時間，所以以當時嘅年紀來算，也唔會比佢當初唱得更好。聽得懂嗎？推前浪，還好他聽不懂，哇，你真沒面子。所以佢喺佢見你買嚟，天之見買嚟，都明顯嚴準嚟咧，所以佢嘅比賽做得講，遊戲比賽就會得名，不管係足動也好，電視台也好，所以雖然從細培養音樂，沒相當重要，對嚴格，一嚟就進步程度注意啲嚴格，所以搞下台。唔可以查哈，繼續加油！真的哈，是這樣。謝謝師公。對。幫你媽謝謝一下師公。對啊。謝謝師公。謝謝師公。謝謝師公。他說你比你媽媽厲害，有沒有要謝謝他？哈。他說如果以你媽媽跟你一樣那個年紀的時候，他就跟着老師學了。老師說那個時候媽媽比你還遜。謝謝阿貝的翻譯。好啦，重點是要看你今天有沒有超過95分啊。好，要抽獎哈。好，來，看一下個分數來。看一下展以雄嘅分數。好。很棒啊，97分呢。來，雨香。雨香要抽哪一個？現在剩3個人，想要抽哪？5號。為什麼全部都要5號？全部都5號哎，結果最後哥哥抽到。這裡有可能哦。來，給你抽。哦！耶！哇，5號他到底是誰啊？是啊，為什麼？嘿，也還蠻傻，他是亞都喜歡。來，你不知道，他只是覺得人家喜歡5號，他也要5號。是5號袋子比較漂亮，嗎？黑嗎？是這個意思嗎？沒問題，他也不知道。好，那這樣好了，那我這一袋跟你換烏克麗麗。好不好？可以嗎？可以。可以哦。好，來，這個給你。好啦，恭喜你抽到5號。恭喜！好，也謝謝這一對母女啊。
小佩如呢，多加，哎，真的有妈妈，代代相传，有阿嬷，哦，有阿婆啊，都真好。真好，你还可以学到客家文化，嘿呀，客家语言，就算是被逼的，也是训练的有模有样。至少你学到别人不会啊。我听说，好等就有兴趣了呀。对呀，就紧冲劲啊！好多做行业行的。嘿啊，就像明菜里咁样一样，做那个片，皮也没咁样啊。嘿啊，真厉害。好来，沙下来咧。沙来係蔡奎騰帶來精彩表演。好來，彈過啦。哎呦，你也咁喺小朋友嘅表演。凯腾，
我觉得凯腾今天来欺负小朋友，真的呢。以后的没嘛真欺负你呢啊！你根本就是这个大人表演的嘛。你根本是专业办公室嘛。连刚刚跟胡琴一来啊，手艺哦，他好厉害，胡琴拉得好好哦。对啊。我说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也不懂什么叫好与不好。就是弹个音有准就请厉害。对啊，譬如说。你不觉得吗？真的啊，对啊，冲狗没黑啊，冲狗也是好稳哦，哇，大将之风哟，真的，好，厉害啦！今日从几年前就有来咧，來過人節目動到拜，所以唔會生疏啊，唔會緊張，係啊，你也是應該也是師出謝啟國老師嗎？那之前有同奇國先生叫下來表演啊，係嘛嗬？有啊，所以你接受客家歌曲係因為謝啟國老師。咩係哦？也係因為阿婆，也係因為爸爸阿婆從小就有帶我去歌唱班上課的。即從細就車幾個先生有教。你咩聽得好個？也係皮阿婆音聽得好個？聽得好。哎呦！我對客家山歌就真有興趣。真有興趣哦，幾冇簡單呢。打從內心的興趣啊！你想發揚出去啊！係，想愛傳下去。佢正經彈得出來，你看幾張幾多歲？我15歲。15歲呢，做得愛都愛用，愛演真係厲害，衝都愛用。厲害啊！也愛到一種程度哦，因為我對啊較冇了解，到大學啊冇，阿妹唔知，當然請問車幾個先生，像佢來到一種程度，已經算喺高中年級啊大學生的嗰種程度嘅，係啊，這個我們不了解。謝啟國老師佢來一個程度，也係個程度，做得講，做得去那個足球天成日山歌比賽愛演的，做得做先生愛演，總共10年啊。我搞佢12種跳佢全部熟嘅，12種跳佢全部熟嘅。我上嗰時間，我也唔是去同佢打起來，全部我喊佢去，叫我同我調音調好好。乜個跳？叫我同佢哋學生去講，所以等於係我出書嘅。但是就因為家嘅年紀蠻多，一定要16歲以上，先做得去愛演嘅足動，冇會變童工啊，會變童工，所以佢也我就按算比明年度有機會我就帶你足動。哎呦，係有一位今年要聽佢足動嘅就王思婷。你都滿16歲，有之前沒有來過，對，佢也有來過，佢也會咁樣，會彈，會唱，還有一位黃玉彤，黃玉彤，但是佢年紀因為蠻多，但又滿16歲，簽嘅愛到足動70年、78年愛到見，所以可能簽要搞本嘢嘅。對，最重要就講，佢哋特種跳一天都啲，還有。個位速度極慢，一定要了解，冇耽誤到演唱嘅前言，會最重要。佢小學4年就來開始學，結果學嘅程度比較破行一啲。佢小6年生樣嘅，佢就拿到足動嘅少年組嘅全國冠軍。真有天分有天分，尤其係愛演嘅，也佢唔單止講愛演嘅，打鼓嘅各方面就冇問題。去年係要聽嚟到台南，總統也要到現場，佢到表演。哇！台南。對，所以係講也現嘅來講，做你講即係也一批來講啦，甚至上一批可能一難超過佢哦。無人能出其右，哇！第一把交椅，路會推啦，就係上嘅就機會，對。但是還是想要強高自己，你聲音練，像個你看雨香，對不對？媽媽逼我的，我不想啊什麼的。你唱唔係呢？聲音他是有興趣的。你係有興趣，對山歌有興趣嘅。你有曾經有想過放棄過嗎？有應該有一擺我上課嘅時間，我來到樹洞通。來到樹洞通。像你彈吉他強用嘛，會長繭這樣。聲音會削皮嘅。會痛嘅時間就上去병氣了。就有氣水漂。起手泡，還有一點流血量。哎呦，很認真。那你為什麼後來又堅持下去？因為後面老師就上來鼓勵我說，就是
如果他给我，就是老师有给我看他的手，然后我以为老师给你红包嘞，就好了。老师，我都勉强一下。老师这样，你的起泡算什么？我都断掉了，你看。是长茧啊，长茧啊。对啦，表示讲牙因整个长度嘛。对，哎呀，这个拉久了一定都会长茧，那个长茧的时候你就出事了。真的哦。真的。罗哥讲的好像他自己有在拉屎。对，因为我手这边都长茧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拿麦克风的关系。对。后来我冇想问。好，来，看一下凯腾。给分数了哈。凯腾。蔡凯腾给分数。对。98分，特别胖，有没有？对，其实98我都可以客气了，我这应该是100分了。是都黑呢，完美了，太厉害了，来，对，那个我没有手啊，来自己抽，纯量长，1号等4号，还有除了马该宽头。1号，来，哎，蛮适合你的。小兵，哎，跟你有点像呢，这是 IKEA 赞助的小兵。什么？哦，这2个颜色。哦，真的 ，IKEA 赞助的？没有，随便讲。哦，颜色很像。地环嘛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唔知呢。哎呦，里面还有内容物嘞。有呢，哇，大家看一下。满的收获，哇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是空无一物哎。无一物嘞，对，哎呀。哦，一环嘛，哦，继续加油哦，喊赞。你没有手拿，他帮你拿回去。我帮你捧下去。我你听他的介绍和一比好了。还好你不是用2只手捧着。我其实也觉得多个。哎，谢谢你。对人你嘅照顧，沙雷來繼續樹堂 HiV 總心意帶來嘅票。來。中国很牛人呢，真的有见面嘞，唱得比上一摆很好。知道，哎，上摆来安节目来讲，还感觉还紧张样啊。有，今日都当兵上。上一摆他有压力啊，他要背负的那个竹东天川是前3名那种压力。今日声音都好 Q 好嫩那样子，好甜美。因为我有好声乐，每次都去声乐蹦出爱动动。啊，真的啊，跟你学声乐好乜嘅部分呢？嘿，古典诶。古典哦，对哇，那都学校都教什么？要怎么发声？我参加，因为我嘿新舞贵中，新舞贵中，嘿，然后嘿，校歌我行，真的假的啦？啊，你是你的母校吗？没啊。啊，不是你的母校，为什么找你写？我没问题，我没有。
我啦，就是萝卜行不赢嘛。哦，是谁？哎呀，哇，那你毕业典礼都要唱我的歌，对不对？那你这辈子值得啦。嘿啊，学校有留名，也不能这么说啦。题目还有几批？有。因为俺有参加嘿合唱团。合唱团，合唱团，所以以后给嗓后给练习。所以他声音运用就控制得很好。他的共鸣很好，对，狗狗呆呆，运用自如。客家方面讲过动画，动商啊，所以你应该也有什么朗读比赛啊嘛？有，俺有参加桃园市嘅，俺有好高迄先比朗读比赛，然后迄得到第1名去参加桃园市嘅诗词朗读比赛。哎呦，很赞哦！你们一周的表演一下吗？好，来讲用个朗读，嘿，来，学习一下这个客家朗读哦。各位评审先生，大家好。你好。我是编号第3號，今晡日我愛朗讀嘅係土盤風嘅歌詞，透露，留下意念係透露，將透露留下來啦，無形者嘅透露。開拓機，用你嘅意念，留方向同世界，為佢哋天天多來嘅，想了解也得真相嘅人，用所有嘅力量向前推進，留下意念嘅透露啦。我是講到了結束，神夢大家。我忍不住立正聽了呢。真的一定朗讀，一定要這種口氣哦。命運，大家很多命運，人生這個命已經注定好，運要靠自己打拼。剛剛那個別車是？跟蕭佩茹學的。可以不要跟他學這個嗎？沒傻做的嘞，對，很厲害。嗓音會控制都好嘞，真的。朗讀可能 MV 還要有做表情或者做表情嘛，對。像演講，而演好。至少能夠站在舞台上敢這樣子講，那就不簡單了。有一些根本連台上都不敢走上去的，真的，對嗎？哈，厲害。什麼？好，來，唐先生公平，搶贏先生。好，其實是因為係搶先看已經咧安排咧吼，所以加上你自己又學其他嘅咧，所以相信你不久之時，你也是坐在這裡。其實講到咧做品行吼，做線上韓國做品行，其實係學習之後能夠就係所有嘅學生希望到嘅階段。所以我記得我家下第一擺做線上韓國品行嘅時間，第一則打電話本來嘅就係我嘅線上，佢講佢非常嘅歡喜，他為了他的學生而驕傲。佢講學生就成就就係線上最大嘅成績單。所以材料也係鼓勵先意，因為安泰從開頭咪係嗬，安泰喺繼續係學啲傳統嘅技藝，每天從三個嗬，比如說愛先打鼓嗬，兩邊佢們傳統嘅技藝，做啲學到喺學以致用，喺擺起家做線上，梗係生潮感會冇強用，好，所以鼓勵你繼續從三個。實下來幫你的建議就係，你嘅很明顯嘅提議嘅嗬，是。好，你從到是，好，你要去學六強，好，係兩隻是。韓國其實好，現已已經到差不多過了上改換聲期了。那其實你學聲樂對你來說，換聲期是很有進步的一個表現力。那你從嘅了上個，其實我想可能係停留喺細細嘅時間學習嘅階段。聲音呢從上個全部認同過，也就是聲調，在語言學裡面，這個叫聲調，在音樂裡面叫音高，所以你的聲調跟音高是同樣在一個頻率上。這個是小朋友為什麼唱歌永遠比大人高8度的關係。好，所以你改三個還停留在聲音呢個時間，不過你改上係太音嘞，所以就當認同夠嘞，頻率稍微高了一點。好，所以這個是你在學聲樂裡面應該可以有進步的空間。好，幫你鼓勵，是夢你，是夢。這整體聽起來是怎麼？
放很好的清火汤，只是老师都装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没有办法，他们一定要啊，要本地的喊他希望你们专业还要更专业。我们今天找你的学姐啊，童空庸有原住民血统，而且她以前牙齿也是跟你一样。哪有啦？其實跟牙齒做定唔是講，每次來都被笑語好冇。大家談新語，從亞平板從聽，我知道人係細細時節從嚟動槍。動槍啊？對，我細細時節從過去咩樣樣？因為我以前我咩有去請過英語老師，今日有人係特別講過一張問題，就是妹妹上人來之前，細細時節動槍，音很高很亮，對對對，唔過。亚哈卡胎就是经过磨练之后，声音会越来越成熟。对对对，俺妹懂顾里给一车好哈希。对我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台风非常的稳。他非常有大将之风。对我也很看好他。啊，继续加油啊！谢谢彩丽老师，谢。啊，这个希望你以后慢慢的这个精进，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坐在上面哈。对，更冲更后找到自己的路。10年后你坐在上面，那时候我大概65岁啊，希望我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。跟没问题啊，你看就是假巴黎的用。假巴黎，对啊，下巴很长啊。好啦，看下来看人家分数嘛哈，看下来看总心意嘅分数。就我们是除嘞啊，除一个，就剩4号了。对啊，你把里面的东西拿走了，袋子可以送给我。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啊，轻易粉呢。哆啦 A 梦不知道有没有，它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升级器啊？升什么？就那个啊，那个他的那个小熊对吗？大熊他不是想要去工作吗？他的职务就没办法升上去啊，那他就很懊恼，然后就回去就问哆啦 A 梦说：“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升职？”哇，哆啦 A 梦就从中间拿起来升职器，然后隔天他就升职了，升职，好。哦，大家字幕好好上哈，蒙飞哦，你还讲走头路嘅，真的走头路，真的走头路，还是要有一些辅助。好，对，好，加油，心意加油哈，跟大家冇喜欢嘅花都係送本嚟，定下拿本哈。看睇下2禮拜嘅小朋友擂台賽，大家係唔係都知道節目非常精彩呢？要歡迎所有考上客家高嘅小朋友加嚟報名哦！稍後嚟先休息一下，後邊還有更加精彩嘅節目哦。你知道哈，義工大隊在我們給我的基礎哦，墊底很多，像軍人一樣搭這首紅衣的，他們那邊那個我們就要唱歌、要跳舞、練隊埋的。給永生還記得，那時候最紅的一首歌是那個舞女，我就在台上唱，打扮丟要阿兵哥是，就開始跳了，對不對？就瘋了。所以他們看到這種去繞軍，就會真的很開心。這真的，我也繞過軍，真的啊，這練到女神，你知道嗎？哇什麼？哇什麼？他就說哇，我不相信。你麥克風關一下好不好？沒禮貌。鄉親來電報，一個單元當舊冇出現嘅啊，真的哈，咩當舊冇有唱到特別來賓來安尼一舞台電報咧就單元係嘛，佢每來來賓哦，冇簡單，用版冇簡單，而你客家嘅從藝術家首屈一指的，哎呦，大家就算旁條嗰種呀，大嘴鼓嘅咩有啊，吼，之前有同人哋嘅唐川老師啊，主持你客家天師台嘅熱條下熱講講，係拿過金鐘獎咧，最佳教育文化節目獎，厲害，真厲害。等下真好好地訪問啊，嚟開講啊，唔錯顯得堂嘅精彩嘅表現，好唔好？歡迎熱講記車少林先生。今本日啊，我老太家表演的呀，係主板快書。主板快書客家話人都講錯呢。今日嘅故事當神奇哦，係講有個細伢子嘅，佢想王，佢一生有個願望，想要嫁心儀嘅老公。又等於一堂阿妹愛，因為有人嫁俺多隻老公啊，嘿，我講本堂也都啲咧。
讲一个太守嘅本相王，佢一心爱加12个郎，也太郎卖瓜子，2郎卖饼糖，3郎卖烟酒，也4郎卖烟肠，5郎起裁缝，6郎起海香，7郎盆塔嘅，也8郎做和尚，9郎起大树，10郎多。官府地度做板房，11、12个头路好，记得两啥对口冲送王。有人啊就老爷太守问讲，太守啊，你做嘛爱加12个郎咯？呀太守讲，哎哟呀。就唔抵了，因为啊，12个郎啊，全部就要用床，闲无事啊嗑瓜子，最多无命啊很本堂，人客来有烟酒，唔是买韭菜有烟肠，山夫烂铁有裁缝，海野快铁有海香，高神有人盆塔嘅，爱上大。有大树，爱打官司，官府地度有板房，屋卡有人做生意，你唔是像做戏嘅有松王啊，有松王。欣赏好，定格很久呢，某出人在某出人就紧那个闭的那样。我查这里是啥？欣赏哦，难得见面，哎呦，真的，那唐栋讲要做那说唱艺术啊，真就是特别有味道啊，正经呢，特别地道。我啦，其实客家嘅语言文化动啊，之前就讲过，唔但像迄像人哋节目都有落山歌、流行歌曲、动年呐，配合一些的语言方面的说唱艺术啊，是很神奇。这个用版开始我接触到也说唱艺术相声，要感谢牙爸爸。牙爸爸，因牙爸系江西人，唔系广西人咯，广西人啊，是赣南区的。江西江西，不要一直讲那个字嘛哈，就广西人啊，他呢从小哈，我都唔好讲客家嘛，跟你有冇讲？我妈妈系客家人，我妈妈客家，但是我们家里哈，所以老爸爸讲桂语，老阿婆、阿妈妈讲客家，真的哦。我爸爸算是少数民族，因为用西耶摩耶，一副卡全部西摩人。就我爸爸下班之后哦，他就蹲在那个木堂哈，拿一个垃圾哦，拿一个垃圾都个糖特别紧收啊，他就爸都个糖卖讲相声。他说妈看很多相声也不懂，他说哎呀你们都不懂啊，真的不懂。所以给勇士已经有回是有相声的，你知道？有，但那当时是魏荣豪、吴兆南老师，台湾的国文，对，他们是我们小时候就常常看他在电视上，你应该有听有，是啊，你就会都天师通啦，都垃圾有底吧？魏荣豪、吴兆南上台一鞠躬，对，哎呀，太经典了。所以我爸爸就跟堂嘅，我就。都慢慢的没唔啲很多相声，没唔会弹，你不卡就要细细垃圾哦。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耳机，不过咪我出沙飞存钱，我替分薪水一级，我就要买一份礼物给我爸爸，就是魏荣豪吴老，不是魏荣豪没很多钱，魏荣豪吴老师的那个卡带，他就不用再调频，因为他很清楚，有时候调到会不清楚，对，买卡带，然后我自己也听，然后我就觉得懂神奇，很有意思，我才开始接触，从小这样耳濡目染，对，然后后来是，对，然后就发现说，国语的叫相声，他改英文没有。后来这是我慢慢在做这一行，我才开始去说，他改正经没有。所以一开始是讲国语的相声。对，一直我现在也还在说。还没有讲，对，他改没讲相声，我都盘沙俗。盘沙，盘呢盘？没讲旁头，没盘沙俗。我唐有还没讲一本书，不像。后来又改都弹牙弦。就是有点弹，说唱。哦，弹。不会比当边都大追鼓，大追鼓，跳三傻都大追鼓，是聊天，没有内容的。大追鼓，是你追嘛，像罗哥去参加那个脱口秀，嘛，追懂会大哥那个大追鼓，但是比较像表演这样子。对，那旁头就是等下来就会表演，像用主板嘛，就是带节奏的东西。台湾歌有唔系旁头吗？也系数来宝，数来宝4块8，数来宝是以前哈。
其实呢，他是沿街乞讨，你就爱讲啊，打竹板数来宝，这一门艺术可是不好搞。罗哥的脑筋快，反应好，跟我学不得了。再过3年，一定赶得上我。没有押韵。对啦，今天数来宝的各种都不一样的出版。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报道，吴昭南老师哈，对他以前那个有没有蒙古烤肉？对，那个也手特了没？哎呀，蒙古烤肉是他发明的呢。对啊，真的。他就是那个年代，他就是有在做相声的嘛，他就在淡水那边就开了第一家台湾的蒙古烤肉，那时候也是这个政商名流，对，都去那边捧场，对，他是台湾第一个发明蒙古烤肉的，吴昭南老师。后来他到美国去啊，就卖那个牛肉干呐，所以台湾的相声才真的断层50年。魏荣豪老师就是魏书嘛，你就去演电视、演电影，那吴昭南没有搭档，一相声就叫来亚母搭档啊，就专门请后嗓你，对不对？就他声音他礼拜不小心又没有搭档了，没有，就是有人碰这位，所以吴老师就去卖牛肉干。就卖牛肉干这样子。唐川老师之前是亲后的搭档，但是后来唐川老师走退以后，就还是有一些比较年轻一辈，张春泉老师，张春泉老师啊，对，加波屯搭批嘛。是啊，就是说我觉得搭档很重要，但是尤其我们说唱艺术，它就是因为要默契，时间要接抛这样子，一个要捧梗，一个要接梗，那个真的很厉害呢。就是要默契，就像跳李亮啥安阳啊，我们还好，懂啦，不好就碰得病，差得多，不好早就观众朋友都不想看了，要公正的。不过欣赏除了你这个有运气之外，你很有蛮可以是学习的，就这两时就会我进那个。国防部义工大队，义工队，对，跟你们像什么庄慧茹啊，你们那个国防部那个是什么？白雪吗？不是，国防部我们是总队。义工总队，算是义工艺术工作大队，算军职。对，我们那时候然后就开始练习。我们那时候是陆光二队。陆光2队在台中吗？台中，它本来是叫甘城嘛，还有那个什么。热前锋，我是另外龙营，你问我就知道了。我是龙营的，我也是龙营的呢。啊，都市政府那边啊，我真的。对，后来他搬去青海路啊。对。对，我在青海路那边待过呢。真的，我是龙营的。社林新山，我学姐，你给10军团嘛，你属于10军团的。基层有暗红。他就把它后来就缩编嘛，缩编就把它归类成陆光2队。对，那时候陆军就有2队。对，专门做2条。对，他水冲艺术给表演。对，其实我知道哈，义工大队在给我的基础哦，垫底很多。真的，像军人一样大折是红衣的，他们那边那个我们就要冲狗，要跳舞，练追埋的。以前有个王德志，有吗？有个老演员王德志，你怎么会那个的？没印象。很多啦，其实懂得演艺圈的你呢，之后都跟义工队洗礼过。我觉得那基本功都不错。真的，因为他就是每天训练。对，就每天训练。然后几乎1个礼拜大概要1个月要表演大概是20场，而且要表演给长官看，对，重的出什么差错这样子，非常严场，出差错长官也不一定听得懂。对，差错什么叫做他也不知道。他如果很钻研这个的话，给我很记得，那时候最红的一首歌是那个舞女。我那个年代，真的舞女，然后那个我就在台上唱，打扮丢要阿兵哥是，就开始跳了，对不对？就疯了，那长官就坐在前面，很气，是不是？像那种2条阿兵哥的走马呀？没有，真的拍什么？那时候的阿兵哥哦，真的很苦闷，给摩枪呀，手机，然后做给生意人，一去就2-3年，尤其外岛，所以他们看到这种去绕军，他们觉得真的很开心。这真的，我也绕过军，真的，我在军当女神，你知道吗？你军中哇什么？他是说哇，我不相信。你麦克风关一下好不好？没礼貌。差一个字，神经吧？没有，他的歌艺真的啦，真的同共真的。嘉宾哥哈，因为那个长官对他们很好，给他们喝酒，就是都酒醉了，喝醉了，对，就是好像好几个碟。阿兵哥可能关太久了。就是去大陆学一学，然后就对我有到大陆去，有到大陆去，因为台湾模样都好搞，那台湾唱歌的跳舞就有我们戏曲学校、舞蹈学校、说唱艺术的学校，所以我一开始老师陆老师、录音带老师。
泰六来转了，我们就叫他陆老师，录音带老师。后来他当然，那泰六个品质模糊嘛，他当然就哎呀，就盗版的这样。真的，我替白泰六吼带转来剧本啊，全部简体字，一本有19种啊，唔讲一啥带转来，53年一啥带2种呢？根本讲我们是。渗透间谍，要带回本尊了，回本尊变了，为什么有？为什么连？对，我们就是拆开的，然后哎，都一样啊，去泰六请欣赏。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摄影啊，没有电脑，就拿照相机拍这个主板，一种哎，转来就开始分解，哦，这样子打，哇，这样有连呢，所以还有短剧，他们台湾年就是一个，所以我说现在哦，呀。代表好上工，你们很幸福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有人教你，老师手把手的教，对，对，尤其他讲啊，知道安样东西，真的要推广。推广，而且讲也讲到一点，因为这种比较这种传统艺术的这种文化哈。也是慢慢好像会有点式微掉。系啊，故说就讲新年的最重要，都卡人讲母年，他没发嘛吼，老佢讲。唔啦，多教的要动手，迄个安样，我就有心来教，好上年哦，有心来学啊，知道安样传承下去就要客家，安样讲啊，要做得用客家话来表演，更丰富嘿。所以你家目前有教学生诶？我懂，学生诶很好。过少都60-70岁就有，60-70岁，也有教一些新传师啊，过少没有哦，有啊，过少过中，然后新传师。都好搞去搞学生哎，等于是散播种子啊！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努力，深耕的往下扎根。学生好嘅嗰種熱情高嘛？一周对咯，因为我懂你啊。真的学习，我常常讲说，快乐学习。其实这句话我一直打断，学习是痛苦的，等你发表才是快乐的。叫你喝秋水，你的一直淹水，你不快乐。所以什么快乐学习，那是父母骗小孩子的。学习一定要痛苦，但是你的成果才会是美好的。对，只要你肯踏入学习这一个阶段，流泪播种必欢喜收割。哎呦，凡含泪播种者，必欢笑收割。哎呦，真嘅，冇读书做唔得嚟啊，节目呢，两三句都不讲闷到。我们唯一知道的2句就讲。老师，你今天今日都用起嚟啊，用起嚟。今日已經帶學生嚟，有帶學生來表演，像今日表演係係數來寶版嘛，等下落學生嘅表演係客家嘅棚頭用嘅鋸齒板，CD 有。機嘅像牙齒啊，有冇共用的紙板？跟那個不是拿起來要。沒有，那個是你是說刮痧嗎？你說哪是？上機不夠長，機嗰種拉長。看一下精彩的表演。好，看他。这3种是最常见的象征3宝，那这有纸扇、醒木，还有方巾。醒木，给你主持人猜这干嘛用的？我觉得是那个有没有？我们在写墨宝的时候，毛笔压岁纸。这不是开膛用的吗？不是吗？哎，对了，真的呀？乱搞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林。大家好，我是吳立權。今晡日啦，我讓學生誒，為大家嚟表演一段客家最神奇、最豐富多年嘅棚頭。先生，乜嘅係棚頭啊？堂弟咯哈。熱剛剛好中強，強變木，好中竹，竹開花，好中瓜，瓜芒太就摘來賣，賣到2隻錢，學大面。面先團，學大轉，轉團結，學大鐵，一鐵上路就學持足，足會走就學持腳，腳會行就學持條，鼻到太樹下，眼到一粒爛冬瓜，主本請假設，下到無同下。先生，我沒買啊，唔也買哦，學跟來團。日頭一出衝山歌，衝到團烏暗摸摸，客家歌有歡喜唱，因衝山歌笑呵呵，自古相傳客家歌，九強18跳暗多，台東台下三盲唱，彈琴說理用山歌，講到山歌愛最多，隨來隨到結實落，以前澎湖愛也去。
冲多忙年各懂无啊，各懂无。哎，做等呢，干娘，杀好了高难度的，高难度的哦。表演呀，绕口令哦，请上。这绕口令我7岁就会了。按傻批哦，干娘，哎，一傻讲一团，好，来神来啊哈，来讲呀，说。山前有个演员演，山后有个演员，二人山前来比演，也不知是演员比演员的演员，还是演员比演员的演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扁担要绑在那板凳上的板凳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，这扁担偏要绑在那板凳上。哎，做对呢！唔过哎，你看，特别演那个客家天师团，一结杀量，客家话叫做结杀量，结杀量，因为唔讲共同夹，冇拄好，你就要打杀，结杀，那结杀量，用客家话来讲啊，用客家话来讲，就像唔敢讲的嘛个扁担长，用客家话讲变本堂啊，哈，堂弟哈，扁担，什么就担管长。等内发，等内无加担管床，担管无加等内发，担管要读到个等内档，个等内无爱担管读到个等内档，个担管偏爱读到个等内档。来一遍。先生啊，嘿，可不可以一句一句搞矮啊？哦，一句一句的搞哦。做得。第一句是这个。扁担长哦，扁担客家话用个担管长，担管长。哎，那个板凳宽，板凳就等内啊，等内发。哎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担管无加等内发。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担管无加等内发。那这扁担要绑在那板凳上，担管我读到个等内档背。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等内就无爱担管读到个等内档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担管就偏爱读到个等内档。哦，做得冇？来一遍。担管长，等内发，等内担管，等内叮当。叮当，中嘛个呀？古代歌冇乜的班。拍谁？讲你再讲一次哦。再讲一摆啊！哎，对，本复习就错个啦哈。唐弟哦，就最尾一摆哦。担管床，等内发，等内无加担管床，担管无加等内发，担管爱读到个等内档，个等内无爱担管读到个等内档，个担管偏爱读到个等内档。来，担管床，等内发，等内无加担管床，担管无加等内发，担管爱读到个等内档。等内无爱担管读到个等内档，担管偏爱读到个等内档。哇，很强！唔错，其实啊，唔头摆一句客家话就唔会讲，也做得结实两声嘅无按改。故说啊，天师机前面的乡亲朋友都卡一天要多老4年咧吼，都讲客家话，唔讲错冇？错。摆面人就用一句旁头来鼓励大家都讲客家话，好冇？来啊，开始，预备，走。细人嘅唔爱讲客话，阿公婆会放起来吗？像老细人嚟讲客话，张唔会鸭子唔鸭大，张唔会鸭子唔鸭大，鸭大。哇，太精彩了吧！真的你看哦。小朋友们很厉害，对呀，本来一句客家话就唔会讲。真我们很早接触到相声的说唱艺术，真的加两米起的好吸眼球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真的。你不会觉得说糖唔食，就感觉冇乜嘅亲切感，唔係呢？跟正经的看表演呢，真的是在看表演。对，连我们的那个，连我们老板。我们老板他都鼓掌，声音根本他们是他的，他听到了津津有味，他还鼓掌。这就是语言的魅力啊！不管每一种语言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化。客家咩有客家特色啊！尤其我看慢人讲啦，你唔讲出来以後就特別有魅力。哎呀，你有冇專家講應該係真厲害，我哋小朋友咩真厲害呢？你看，你去講自我介紹一下。好上誒，你好上誒吼。大家好，我係吳立寬，我今年是16歲。16歲哦。16歲，你怎麼會接觸這個相聲？
其实就是在小时候，我蛮喜欢我很喜欢看书。在小时候，我非常喜欢看书。你要讲下嘛？会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唐也是吗？唐也是。唐也是。很喜欢看书，然后到那个图书馆，然后看到有然后去偷书，去图书馆吃牛肉面。没有，这个可以吗？看到有那个光碟，然后拿回家听。那个时候也是相声的段子，那就是吴兆南老师的光碟。哦，听到那么早的。你看吴兆南老师的。我们台湾真给他，因为他们两个就之前讲一个去先驱，所以台湾断层一直是到那个表演工作坊的那一年，我们说相声，台湾才开始在活络。对对对。哦，李国修、李立群他们那时候出来才开始活络。那页这页这样子。对对。因为这样有兴趣去学。对。找到小林老师哦，对，就开始对那个有兴趣，然后有先跟过自学团，那后面因缘际会跟到了小林老师。其实他的华语的相声，他是拜大陆的老师，真的，对对对，他是。唐希有一种感觉，共发就有他说国语就有这样的一共，就有相声的感觉。有吗？可以来一段吗？那个大陆的这个，你就想在去大陆表演的时候，你现在说华语了，对，说华语，随便说一段，随便说一小段。其实前阵子就身体没有很好，我生病了，躺在医院里。其实呢，我有个弟弟，不过呢，他有个缺点，他有些字他不会写，所以呢，他给我寄来一封信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：亲爱的老哥，听说你有了病，希望你好好养病，千万不要随便下床。可是他字不会写啊，不过他想了一个好方法，那不会写的字呢，他就画一个圈，但问题是这圈画的不圆，他画的跟鸡蛋似的，所以我拿到的来看，我弟给我寄信来了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让我来看看啊，亲爱的老蛋，听说您有了蛋，您一定要好好养蛋。千万不要随便的下蛋。人家社会懂改有尴尬，不是，我们可能比较不了解对岸的那个他们的幽默。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，就讲一下你唔识诗咩？你唔会写诗就挖眼前的呀，挖到像乱用的，其实挖那个亲爱的老，就老到一直乱，是这样字差哈，对。少林先生头下你下哪里啊？用的同头下嘅有这个叫锯齿版，锯齿版，你要看这个有没有？有旁边有一点锯齿。这就是头摆，这是在广西贺县客家人，广西贺县的客家人，要冲山沟的时间，中间可以，你的山沟不是它的中间可以这样，就可以，是这样敲，气嘎大破的就那我们就想说，某可能搞深夜冲山沟啊，要黑豆啊，所以就用旁头节奏的东西加下去，那它就因为可以刮出一些锯齿的声音，所以就会不一样，而且这锯齿分你一个刮。两个刮，上音某通用真的就都不一样，所以它的那个表现对，你如果一个段子里面，你如果技术懂后，技术懂后的话，你就这个分层次的打出它，就像乐器，可以的，有啥么转来，对，他打反应就出来了，对，乐器只有分重低音，是，中音去嘎做的一周给检查，对，然后你可以中间这样子打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刮，可以这样子都可以自己做效果。所以小林老师今天不止带他一个来哦，好像还有带另外一个啊，露台要带来，露台要学客家话就要胸哈好，全家出动，对，是，一网打尽就是说，所以他爸爸妈妈交代了吗？还是不是？就是被老师强迫，弟弟很无聊啊，你看在拽呀，你可能被吃到生气了，看哥哥搞清楚。而且这样最好的是，我为什么希望这样子？因为相声就要2个人，你不用啥在家就练了，你不用说罗哥，我跟你约时间，按摩汗。对不对？那你就接到我没有空，他们在家就可以练。没有 partner 的问题。那你们有优势先天的优势。真的，自己在家就可以练。练一练，真的现在断层哦。现在没有这种相声演员对。他只要好好的弄，以后你刚好姓吴也。
以后的吴兆南。吴兆南。哦，对，牙齿又飘飘的。对啊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再讲话我就去卖蒙古烤肉。那不是更赚钱吗？哎，露台有了，有。假如他老底利用啥，用他背一团就相声，真的。那你呢？我就下台退嘎去啊，退嘎先退嘎，在旁边观摩。对，观察一下，监督他们。是。好了，那你弟弟叫什么名字？我弟叫吴冠征。吴冠征。吴冠征跟吴家兄弟吴立宽一起带来这个精彩的相声表演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立宽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冠征。今天来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这个相声啊，是中文华语的用词，台语啊叫大嘴狗，客语啊叫做大嘴狗。哎，那我们今天先来做一个小挑战。好啊，你说看看。我们来讲反正话。什么是反正话呢？这个反正话就是我说一个词，你把它的意思反过来说。哦，这个简单呐，这就开始啊。例如说，我说天，那我说地，是这样吗？你反应很好哎，这简单呐。那我们用客家话讲行不行？哎，当然行啊。可是啊，可是，我讲怂，我讲下，我讲照片，我讲优片。哎，懂金领呢？懂年啊。我讲奖，我讲这，懂奖，懂这，我懂奖，我懂这。真挺懂这耶！那过来一篇。跟老外好记记客家话做得冇？做得啊，好记就记啊。唔是多，就3記。冇講3記啊，30記嚟都冇問題。有樣也冇樣啊。你還是講啦。對啲下開始啊，我講乜解？我好乜解？總得唔錯哦。冇問題。各位朋友們啊，等一下他要跟我學3句客家話。如果啊，您聽見哪句話學錯了、學亂了、學得不像話了，麻煩您啊，給他哈哈大笑，熱烈鼓掌。幹嘛鼓掌啊？笑啊！冇可能啊！開始啊！我示範，我沒搶人示範。我示範，我沒搶人示範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唔錯誒！冇唔錯啊！唔錯誒！冇唔錯。從頭來啊！我示範，我沒搶示範。我示範，我沒搶示範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唔錯誒！冇唔錯啊！唔錯誒！冇唔錯。老外好幾多機啊？3機啊！你T 3機唔用冇好啊？T 3機唔冇講啊？我講啦。唔講乜解啊？唔錯誒！哦，2機沒算啊？就這句最重要。就2機親狗毛，沒學上來吧？剛才啊，是我沒注意，我要是更加小心啊，肯定學得上來。給你哈，冇講3機，講5機。哼，冇講5機啊，50機、500機，那都冇問題。喊你2機法，開始啊！我示範，我沒搶示範。我示範，我沒搶示範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唔錯誒！唔錯誒！幾多機？3機誒！又唔錯誒！哦，你這個規矩啊，我算是掌握清楚了。再來一遍，肯定不會錯了。過來一遍，喊係唔錯。冇可能啊！開始。我示範，我沒搶示範。我示範，我沒搶示範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我是茶，我沒搶是茶。唔錯誒！唔錯嘅。幾多機？幾多機？我同你講親密機啊！冇問題。又唔錯誒！啊！就一直比着哈，來等我們上來啊！不能動啊，不能動啊！欣賞還蠻多哦，欣賞多動啊！吳冠征
有关准的准哦。好了，可以恢复。推板车啦，优秀哦。真的厉害。露台面厉害。讲真，后场也很好哦，就是感觉懂。情感通，会知道吗？对啊，是啊哈，你们俩真的是就是完全出自于内心喜欢，想得好的嘛，弟弟是不是？对，真的喜欢哦。但我刚刚看你很紧张哦。有一点。会走的啦。因为平常时都是在外面演出，现场的，六样对其他都来讲，很多年啊，因为543个可能跟感觉因为哈是比较不一样，对。现场的观众跟那感觉不一样，因为现场有时候会有一些互动。现场有互动嘛？对，那录影就变成每一句就要讲他的，这是比较不一样。对，这相声真的很好玩。我上次在外地，人家传一个很久了，好几年前那个什么搬去花莲那个是朱德刚，他跟一个那个瘦瘦的陈庆生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那个楼上，然后对，总偏瘦，就是4个族群，如果晚上睡觉，弟弟睡在楼下嘛，然后哥哥睡楼上，然后晚上睡觉，然后就开门，开门，然后如果是哥哥原住民朋友的话，原住民的话，他就会话比较多，对啊。那开门，楼上是谁啊？那开门开的声音乒乒乓乓的，到底要是谁要干什么啊？对，是我弟弟，你不要紧张，我是半夜起来上厕所，你不要害怕的啦。啊，那你自己啊，然后弟弟又讲，那你自己要小心哦，上厕所风很大会着凉哦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不要那么啰嗦，哥哥，你赶快进去睡觉，我也要去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见哈。啊，这原住民，原住民，热情就话很多。好多年冇講用，好多年開門老定是像啊，就是我啦，你要創啥？我是恁哥哥啦，你要創你到底要創啥？我要本色啦，我去放尿啦，4個字對不對？客家人就更節儉哦，真的。客家人開門來，慢飲。來啦，來啊，做嘛啊？偶喵。外面我们有在创造，有在创造。各位外国人啊，外国人用哎，更简洁，一扎丝。不是外省人、山东人一扎丝。哦，一扎丝，山东人有山东人讲话是最简洁的。山东人对。水爱杀牛。外国人也是啊。也是啊。外国人用吗？米花。OK， 2清神七哎，我们就会一直一张段子，就说在供出给各个出群魔汹涌。好的段子，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哇，特别的几秒就让你觉得很好笑。这就是语言的魅力。魅力，真的，这太好笑了，真的。而且随时看，你每一次看都觉得很好笑哦。对，罗哥可以背这么熟，表示看很多次。以他现在的脑力，能够背这些激活也是不容易啊。真的。今天来了，刚刚看你们手上有一些东西，好像，相声呢有一些法宝，对吗？其实相声哦跟戏剧比较不一样。我们说戏剧哦是现身说法，比方说罗哥、吉娜，你们今天去拍戏，你出来，你是皇帝，观众这皇帝，这皇后，现身说法。可是相声刚好是在说法中现身。我刚给李旺莎你表演，所有人要从他们讲出来，所以他不用道具。道具很简单，就3宝。我们所谓的相声3宝，我们今天也有带来，对不对？相声3宝，对。我们吴氏兄弟请一起来介绍。你们可以是其中1宝啊。像是这其实。这3种是最常见的相声3宝，那这有纸扇、醒目，还有方巾。醒目，对，那纸扇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白色的，那但是如果用评书说评书的话呢，它就会是黑色的扇。反派，因为反不是啊，我有讲到后年、快年，讲到后年的时间，我可以就这个在台上什么都能当，就不能当扇子。比方说大年，按大董那块就或者骄傲，你可以。对不对？我们看一本书，那你的肢体就会下来了。剑下丝，这个扇在表演当中，它带入任何的物品，对，它只能素面的，你不能上面什么愤怒鸟，有没有？美女会影响到你的表演，或是那个山河图什么之类的，都不行，一定要素面，所以它叫折扇。然后这黑色是你在共穿的，他讲主板块共穿，你就共做反应。那因为是一个人的表演嘛，角色进出，你就可以优雅。
哦，不是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。没啦，谁无太来跑，跟谁太来做羽毛的，对。那这个我觉得以后我在那个不务正业的时候可以用啊。可以哈。打我侄子。真的呀？你侄子这个会不会太小？太小了。这已经是大的，还有这个白方巾。哦，方巾。你看都是素面的。是什么作用？因为以前哈表演女生是不能表演的。哦。中午的表演。怎么相声怎么谁来？没有，你看那个唱京剧的，刘那个梅兰芳，他是男生，他都扮女相，男生女相。那比方说相声《别姬》，对对对，所以那像他是男生，他今天要反串，我周 C 摸的时间，对，他就可以戴方巾。比方说他演个开喜婆婆，或者是你演个撒娇的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巾。哇，有潜力啊，有潜力。或者是在擦汗，在台上你演的，或者是绑在这边当妖精，刚刚这个就可以当剑，它完全是可以辅助的。对，有施工可以叫 C 模的。对，或者我们女生害羞，在你的庸俗按钮，懂哪块？哎，它就可以有一个。有这种柔美，它就可以辅助，它就可以辅助，对，还有这个醒目，要不给你主持人猜这干嘛用的？我觉得是那个有没有？我们在写墨宝的时候，毛笔的时候，牙宣纸，这不是开膛用的吗？不是吗？对了，真的呀？啊，堂下何人？以前那个就是用这个哦，真的这叫金堂木。就叫醒目，就今天要去买乐透了。以前的犯人啊，哪像现在可以这样子对簿公堂，全部头呆呆哎。所以那个法官那个公堂大人叫堂下何人给多比喊斗，所以叫金堂公堂。哎，对啊，那个嗓音清胎哈。对，可是好有趣哦。那在相声里面干嘛呢？双簧的时候用，因为双簧你看，比方说他们一前一后，会不会在苦等？我们会有个桌子，那后面的人不知道，后面的人要负责讲话嘛，前面要表演，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话啊，对不对？他就会敲一下这个桌子，这样敲就可以是广发。对，这是个 sign， 对，不能说哎，不你讲，对，它就是一个暗示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基本相声说唱艺术就这相声三宝，不要。其他的道具，相声三宝就可可以做出这么。你刚刚说的一般戏剧是怎么样？戏剧是现身说法嘛？现身说法，相声是在说法中现身，说有你的角色就相声的嘴供出来。我要讲我隔壁的阿嬷，讲王家爸爸，讲谁这样给他们供，你就开始模仿，说学逗唱，就用共发讽刺对，完全就是用人物出来。对，所以说相声演员是最轻便的演出。只要身体健康，最后出去就做的表演。轻便也是最功夫的，对，你就不用带很多道具。就像舞台剧一样，感觉上舞台上也没什么没什么配备，只是布景这样，有时候换来换去。可是那样很多的工作人员幕后，那相声不用，相声就不用啊。真的，哇，太棒了！一门真功夫。来，真的不可挡。知道安那观众朋友啊，那个是讲真的有什么那种就是隔代教养啦，或者是阿公阿婆带生意的，有嘛哈？唔提供生意用会搞，真的带了。我掐少林先生，我真的教过一个外配，他是印尼的外配，我的客家话好厉害，我家可能印尼有很多客家人，就来这边哈，他就搞起，他可能就有那种遗传基因共同后呢，你就觉得连他们这样子的，他们叫萤火小班，因为都是外配，然后都是隔代教养，所以那学校就弄了一个萤火小班，就是萤火虫，晚上学校会有一个给他们一些福利啊，吃东西，学习一些这些口说艺术或什么的，活动这样子，那些小朋友都还蛮真的吃到今后呢，真的。你给观众朋友看太俩戏，尤其又是两个年轻人，还有3年，对，这种传统艺术真的不用让它这个灭掉了啊！真的，他家那个有生意资源，做的学业方面啊，做学业同学啊，以後夠冇人當到表演的地方啊，真的。真有可能啊，你還是推冇強用嘅。那種藝術係啊，好嘅藝術都好好留下來。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是蒙色林先生，謝謝吳氏兄弟，吳
乱真无虑宽。真的，我们谢老师硕果仅存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你要好。买100就硕果仅存。真的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。真的。但是林欣赏会天天空空啊。对啊，哈，节目也到尾声啦，哈，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啦，哈，啊，好唱歌的朋友夹夹了报名，大家打电话来，99666676等台这个打电话来报名哦。好，今天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原来好，多谢小林老师，谢谢。林欣赏、关子、玉华、刘荣丽、安子生，什么小江老师、莫庆欣赏，老师，谢谢。今天成为工作人员辛苦嘞，安子生。好，下礼拜忘唔记得一天都准时时间呢，老年道理台，老年共下来。